后来全台湾大欠水，但是每一年煞有将近2座石门水库的水，因为广线海气白白来流了了。像这个新竹道社区自来水的广线漏水漏5冬这么久，一直到去年底，才因为其他的工程发现这个漏棚甲塌起来，实在是有够拍算。 人家厝的壁甲一个乌开，水一直流，袂输是出泉。一个水源头发现讲是自来水管破去。去做会勘的时候，他的住家在边间发现有水，就是一点点的流出来。像这款漏水的情形，要5年啊，一直到最近，因为其他的工程会勘才发现到，自来水公司误误的点，依照关水多珠继续追查，伫大楼的防火巷内面找到漏水的所在。现在找到那边。 因为这个是漏在排水沟上，我们根本无从发现。因为我们的管线呢，在比较深，在1米以下，盖房子的人员可能没有挖到，就不知道就直接下去了。可能是厝陆续你起无注意到广线才会乌破去。依照中央院调查，台湾自来水漏水率当年平均差不多是15.6，有4亿9700万吨的水，相当是2座石门水库的水拢白白漏了了。 自来水公司希望讲，用伫2011年将漏水率降到10%以下，嘛已经为2012年起执行改善，将漏水率为要2成，当年降低。挂像听诊器的装备，详细你听要掠漏，台水平时拢有派人伫探查广线，要过通到人家厝的最后一里路，煞变成一个死角。今卖挖苦民众通报甲合作，叫做全面防止漏水。